英国的畅水湾海洋生物救援组织接到通报，讲有77只海豚伫咧苏格兰北部的海堡靠山，救援人员赶去到现场抢救，还佫活咧12只海豚。不过落尾也是77只全部拢死亡。这是自从1995年以来苏格兰发生的上大规模海豚靠山死亡的案件。 这只海鸥用要死亡，佮看过去，沿海岸至少65只海鸥死亡。在英国畅水人员海洋生物救援组织听到消息，真济海鸥被发现靠岸伫苏格兰北部的奥克尼群岛的山坡顶悬。当地海洋才认为医护人员赶紧去救援，所发现靠岸77只海鸥已经伫山坡顶悬靠岸几点钟，最后只有12只活落来。虽然救援人员想要互因重回大海，不过努力了后依然无效，决定对因执行安乐死。这也是为1995年以来苏格兰发生上大规模的海鸥靠岸死亡事件，造成海洋集体靠岸原因也来调查。不过疑似是其中一只性别路，共判是要救才造成集体迷路靠岸。伫2003年，有55只海鸥被发现靠岸伫苏格兰西部的路易斯岛，救援人员到的时阵，只剩15只还佫活咧。救援人员想要互活落来海鸥佫重回大海，不过伫这过程当中，佫有3只海鸥死亡，最后只有1只被安全送进大海，其他依然活落来海鸥，虽救援人员一直将水压伫因的身躯，希望因保住因的性命，不过最后不得已，只好将全部安乐死。除了2003年海鸥靠岸事件，2012年也被发现至少60到70只海鸥靠岸伫苏格兰各地北部的萨瑟兰浅水区。根据英国自然史博物馆的调查，英国上大规模的海鸥靠岸事件是发生伫1927年，迄时阵超过130只靠岸伫高地多诺赫湾，造成116只海鸥死亡。公视新闻新竹报编辑。